尽心透过这个新北市的邀请来做一个传情达意口簧琴乐器的这个展览哈。为什么要共同来参与这个展览？就是说，在所有原住民族的传统艺术文化资产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乐器，也就是我们所有台湾原住民所拥有的共同资产就是这个口簧琴，在泰雅语叫做鲁布那达样。这个口簧琴有别于世界各个民族的它的功能，各个民族的这个口簧琴都是自娱娱乐，都有音乐的用途。但是我们除了有自娱乐，跟所谓的音乐的用途之外，我们还有所谓的文化功能跟它的社会的功能，来呼应我们对我们的土地、对我们的人群、社群、部落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等等的一些沟通或者是一个意念或一些情意的这个表达可以透过这个口簧琴的这个音乐。我为什么要投入这个部分？就是其实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所有的民族音乐学者他们就已经很专注在这一块，可见那么多人专注的过程，这个非同小可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件，所以我刚才也讲说它是跨越全世界。然后为什么台湾原住民的这个口簧琴那么重要的缘故是它的形式来讲有发展到1、2、3、4、5、6、7、8，所有世界有口簧琴的民族都停留在1簧跟2簧，这个是就形式上来讲另外就是说，泰雅族跟赛德克族有别于各个有口簧琴民族的这个使用的过程里头，就是说它有多簧。多簧的功能，比如说像那个2簧它是2个音，3簧3个音，4簧4个音，5簧5个音，6簧5个音，7簧5个音，8簧8个音看起来还是有不同的那个音阶或者是簧片数这个是就从它的音阶的结构跟簧片数这样来看。可是重点是在于在使用口簧琴扯奏的过程，这个音乐性它主要是要表达那个曲目，曲目就是要表达彼时彼地的情境，所以很难能可贵的部分就是它除了有非常精湛的传统工艺之外，另外就是有非常高超的所谓的音乐性跟文化性，这个都在乎所谓的这个它的民主性跟在地性跟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头一头栽入这个领域里头，当然要做就是要好好的做所以我就先从物件本身传统工艺来去处理，然后物件多了所有的人都可以拿到物件，就可以有所谓的口簧音乐的这个呈现从82年到现在已经跨越全国我觉得种子老师已经不缺。至于能力好坏与否，这个是要看时间我想现阶段这样来发展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部分它应该是不会断层这是我的一些想法。那么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说各个这个各个研究这个文化，或者说对自己文化资产里头很专注的所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要跳出一个概念，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被研究，现在你不是被研究，是你要重新来学习去修正过去的研究者，好修正的过程里头把那个最单纯最正确的资讯透过你在现今这个时代重新来做一个诠释，因为有它的主体性跟民主性。我想我们今天要做的应该是这个部分，这个才有意义。我们不再被研究，是我们自己做，自己使用，自己来诠释。那这个都是在地的，这个都是什么？不会离开我们的文化脉络里头。音乐就好像是语言一样，我常说这个口簧琴使用的过程，通常它是要
表达它是一个语言的形式啊，曲目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心里话，心里的话，大家要呈现什么，你要呼应你的当代的这个背景，假如能够延续过去的历史它的文化性跟它的民主性和艺术性，然后一直到现在，甚至到将来的话，我相信这样的口簧琴文化绝对不会断层。也同样的，在我们关心哪个物件很重要的文化资产时，对于这样的角度的话，我觉得就不会失真它纯粹真的是我们原住民族的那个文化资产这是我的想法，谢谢。